来是去年的10月2日，普悠玛火车败马冰车，有18个人死亡。交通部甲代替伫第一时间提出名单，有17个主管来记告。但是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，这个处罚上轻，搁退回来处理。今仔日林佳龙证实，代替的前局长范石国甲周英辉拢会加重来处罚。这个处罚的名单嘛，为17个人扩大到30个人。普悠玛发生意外，造成18个人死亡。交通部甲代替第一时间提出停处名单，遭受罹难者家属甲立委不满。交通部长林佳龙嘛证实已经要求加重罚则。相对应的惩处建议是1大过2小过。代替前局长范世国对一小过变成一大过2小过，包括周英辉等人卖加重，停处名单扩大到30个人，包括司议员尤金忠在内。目检嘛公布调查结果，指出包括 ATP 远端监视系统的连接时间、代替局验收测试过程甲监督操作拢有缺失。后续由宜兰地检署追究刑责，出代志的新马弯道改善有计开6亿搬迁。2022年底完工，嘛被立委批评上慢。这种效率我们可以接受吗？再检讨一下哈，看能不能加速。普悠玛败马造成18条人命，血洗洗伤痛，即马已经连起落实生活案。不管是进度、停处上大的关键，拢是不爱互悲剧搁再发生。